大暝警方排户伫边仔看准时机，趁这个毒贩买卖毒品的时，随落车冲出去掠人。涉嫌嫌犯被二日拖卡，警方随押毒贩去到租厝的所在。当毒贩开门出来，人拢无方便的时，将所有嫌犯拢甲掠起来。这个也不用分那么细，反正再把。一个清早秘书是细型兵工厂现场，查扣非制式的底穿3支，改做称制衫7粒，红单卡2件，也有3级的毒品咖啡包，有653包。该集团以3合1饮品包装作为贩卖噱头，趁集团成员毒品交易时当场查获。这个卖毒品集团专门做网加蜡笔小新、甲特殊饮料包装来请少年人来买。苗栗警方得到情报，埋伏去掠这嫌犯。统计查获罗姓主嫌及共犯4名到案，及时遏止毒品及枪械流入市面。警方除了有掠到3个卖毒品的嫌犯以外，佫追查枪击来源，找到提供枪击的姓罗的主嫌，后来将这4人依照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、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苗栗的地检署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